當年陳教授將香煙、焦油仔細分開，再分析邊一啲成分同致癌有關。呢一項工作揭示咗吸煙嘅危險，為公共健康帶嚟重大嘅警示。Dr. Chan， Dr. Lee， 你要個報告準備好啦。咁快？哇！呢啲數據咧應該會幫到 biochemistry 嗰邊啲同事。睇嚟呢份 paper 會喺焦油致癌嘅研究方面揾到新嘅突破。你真係犀利 ，Dr. Chan。都係團隊嘅努力啫，我嘅工作不值一提。啊！你真係有時候我覺得你太謙虛。話時話咧，我聽過你揾到工咯。道光化工嗰邊俾咗 offer 我。哇 ！Dr. Chan 即係 Dr. Chan 啊嚇！份 postdoc 都未搞掂，你就已經揾到工啦，犀利！試管裏邊嗰啲溶液顏色嘅變化，溶液清晰可以變成沉澱，由沉澱又可以變返清晰，視覺上嘅觀感咧，就使到我對化學咧有尋求知識嗰個動機。咁再到咧係我讀大學學習到化學鍵 chemical bonding 係由嗰啲電子軌態而咧係 overlap 成為咧化合物嘅。咁喺 imagination 嘅時候咧，呢啲 molecular 或者 atomic orbitals 嘅 interaction 咧，就造成咧一個奇幻嘅世界。呢個奇幻嘅世界咧，使到我着迷不已，就繼續去追求化學嗰個裏邊嘅道理。一次細微嘅化學物理變化，令陳教授心生好奇。呢一份好奇延伸成為探索嘅力量，逐漸奠定咗佢日後成就嘅基石。1967年咧，我讀完咗博士之後咧，去咗紐約大學醫學院環境醫學研究所嗰度做咗2年博士後嘅研究工作。我嘅任務咧就係有2方面。第一方面咧就係將啲香煙嘅焦油咧分成咧幾個部分，就將呢啲部分咧交俾我同實驗室嘅生物化學專業嘅同事咧去研究佢哋致癌嘅程度。分析嘅方法咧就用一個色層柱嚟到咧分開呢啲香煙焦油嘅幾個部分，嗰啲操作咧我就熟習嘅。第二個任務咧，分析黃曲霉素嗰啲咧係熒光同埋磷光嘅光譜嘅性質。黃曲霉素咧就係喺食物之中，如花生啊、粟米啊發咗毛之後提煉出嚟嘅毒素嚟㗎。咁呢啲毒素咧，我就量度咗佢哋熒光同埋磷光嘅性質咧，就喺文獻上未有記錄。我哋個實驗室咧就有一個好特別度身定做嘅熒光光譜儀，我就利用呢個熒光光譜儀咧，就做咗佢嗰個定量嘅分析。咁但係咧，呢啲黃曲霉素嘅研究咧，係由 MIT 一個教授叫做 Gerald Rogan 嘅盡咗畢生嘅功力咧，係研究咗佢哋嘅結構同埋同肝癌嘅關係，佢就可稱為咧係黃曲霉素之父。我嘅工作咧其實就
不值得一提嘅。陳教授成日話自己嘅工作不值一提，呢一份謙遜讓佢看似渺小，卻喺社會留下深遠嘅影響。我做完博士後嘅時候咧，本意咧就想留喺美國喺啲化學生產公司嗰度就繼續一個事業嘅。1968年，咁當時咧就香港經過6、7年嘅暴動嘅亂局啦，咁我收到個消息咧，中文大學化學系就差唔多有一半老師咧就離開咗，但係我當時感覺到咧，就啲老師有機會走咗啫，但係仲有200幾個學生唔能夠離開嘅，嗰啲學生需要老師翻嚟教導佢嘅，咁我就立刻咧就申請咗翻嚟中文大學教書，咁就係我翻嚟香港嘅理由。我叫做文添安，咁就喺1981年咧就跟阿陳老師，我係佢第4位弟子嚟嘅，同埋喺完咗之後呢個碩士學位，佢好鼓勵我出去外邊闖下世界啊，見識下外邊係咩嘅一回事。咁於是乎咧，我繼續我嘅研究生涯，咁去咗美國嗰度留學。我相信佢係一個好有傳統中國嘅知識分子嗰種心境啊，係好謙虛嘅。佢唔係好介意咧，學生問啲問題咧，又荒謬又好，或者有時佢問啲問題，希望學生答又好啊，去笑佢嘅意思啊，佢話幾好啊，咁啊，所以我哋喺學習嘅過程咧，都好開心，同埋佢呢份咁嘅開心喜樂嘅教學方法咧，都某程度上影響到我嘅，影響到我喺而家喺中大教書嗰個模式。我咧就喺中文大學咧一路教咗咧，傳授咗31年嘅有機化學，但係我做完31年退休之後咧，感覺都仲有相當嘅活力。當時咧，我就應我喺中山大學化學系有幾位老師，原來係我嘅學生嚟嘅，佢哋要求我返去中山大學用英文嚟到教佢哋啲學生，等佢哋學生咧有機會同國際嗰啲水平咧係接軌。另外咧，我與此同時咧，就喺我家鄉喺江門嗰啲五邑大學咧，亦都咧係教咗7年嘅有機化學。當然我覺得咧係有少少嘅貢獻咧，就係我教到好多好優秀嘅學生。有幾點想分享嘅，第一就係誠信，第二咧就係鍥而不捨。咁喺呢度我亦都可以分享一個片段啦，喺我記憶好深刻嘅。去到第1年嘅暑假，喺某一個步驟合成嘅步驟，有機合成步驟棘住咗，咁佢就同我講：唔緊要，我哋去行下山先啦。咁通常行山咧就係由馬鞍山行上去昂坪嗰度，去到昂坪嗰度咧，佢就同我講：嗱，你望一望個海，你啲煩惱會冇咗嘅啦。咁靚嘅海景，咁完咗，聽佢咁樣講完咧，又好似舒緩咗我嘅壓力，咁就好順利咁喺2年之內完成我個碩士學位課程。有啲咧不可磨滅，即係唔好忽視嘅咧，有啲係從事中學教育嘅老師，佢哋嘅貢獻都係相當大嘅，我哋都唔好忘記佢哋對我哋香港社會嘅貢獻。咁呢啲見到學生咧得到佢哋理想嘅職業啦，我其實都係好安慰嘅。從小以來咧，啲喺培正嘅老師、屋企嘅父母咧，
教我咧做人係要謙虛嘅，不敢忘記佢哋嘅教導。我就極之咧提倡每一個年青人都要謙虛，努力學習，為咗佢哋嘅前途咧鋪好自己嘅路，係要付出好多努力先至達到佢哋比較崇高嘅目標嘅。谷雨，春雨迎夏，百谷等生。願意堅守傳承，終會迎嚟最豐盛嘅收成。